圣诞恭喜，耶稣爱你，好不好？一起祝福一下，来。感谢主，感谢主。很高兴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敬拜神，也透过圣歌队他们美好的歌声，来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一起从歌词里面看见，迎接主降生是一个喜乐、平安、神所祝福的日子。那牧师今天透过我们圣歌队所唱的诗歌，他们的主题就是叫做“来迎接圣诞”。那用这个主题也跟大家分享信息，让神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那在我们的经文刚刚已经读过，我们等一下再复习哈。在耶利米书提到了这一段话，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个经文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就由先知所预言的。那其中有一句就是来迎接圣诞，就是兴起大卫的枝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大自然所看见的，无论是树，无论是葡萄，或是一些花朵，它们都是从根长出来，有枝干，枝干会延伸出枝子。那枝子会延伸，表示这个是有生命的传递。那枝子在迎接这个光合作用呢，我们就看到它会开花，它会结果，然后那些果子就被人吃了，或是掉到地上，那些籽就继续传衍，所以代表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可以从水果里面的基因看见这个果树的来源，那是非常奇妙的，因为这个生命是上帝所创造。但这边是讲到，特别讲到是大卫的枝子。我们知道大卫王就是以色列百姓所认定的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上帝特别选定的。但是他讲说，在大卫的苗裔另外中文的翻译苗裔或是枝子，就是领受了这一个恩典。他说这个枝子要干嘛呢？他说大卫的枝子要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耶利米先知已经预言了大卫这个族裔，这个树苗一直繁衍，这个枝子要成为正义，那等于是他要掌管整个世界。那这个不只是属世的世界，是一个人的灵所掌管的这个世界，就是由主耶稣基督用大卫的枝子来预言弥赛亚。所以他经文这样说，要带来公平与正义的治理，犹大人民将要安居乐业，以色列人要享受太平。那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讲到说，大卫的苗裔或是枝子是在预告弥赛亚的降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的肉体的父亲约瑟，他是从大卫的这一些支族这个支系所下来的。然后呢，主耶稣就是这一只枝子降临在地上，他的掌权是要带来公平跟正义。换句话说，上帝所祝福的这一个世界，在耶稣的恩典跟拯救之下，人类要享受公平跟正义，彼此之间会享受彼此的和谐大家在主的里面享受恩典。所以一旦有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旦有被主所掌权的社会，它会像这样子，像刚刚的经文讲到说这个犹太人要享受安居乐业，以色列人要享受太平。那如果耶稣他是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被神所赐福，人民能够接受了主的掌权，他就在主的里面有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是要安居乐业，这个要享受太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句话好像是一种理论推理，或是一种圣经的语言。其实请你记得，主耶稣的权柄在
这2000年来，持续透过基督徒的传递，他的门徒的传扬这个福音，每一个人都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历史的演变，以前可能是透过一种族群的力量，比如说我这个族群有武力，我有能力权柄压制你，我就成为掌权者。那彼此是部落跟部落之间是征伐跟杀戮的，那谁掌权谁就做王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人类领受了祝福之后，我们知道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一直到16、17世纪才慢慢演变成一种民主的社会、民主的议会。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恩典透过人类领受这样的祝福，而且是彼此接纳、彼此赦免、彼此在公平的权利义务之下，发展出民主的社会。现在全世界除了那些集权的国家用武力暴力掌管的少数国家，现在大家都走向一个民主的社会。你不要以为它是偶尔发生的，它是人类社会进展的一个过程，其实不是，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真理，圣经的教导慢慢融入到每一个人心中。这要看基督徒他努力多少，基督徒他领受教训教导有多少，他有没有真的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换句话说，这个社会会达到像先知所预言的公平正义，在主里面有安居跟乐业，享受太平，是在于基督徒还有所有的人类愿意领受上帝这样的祝福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圣歌队所唱的这个诗歌来迎接圣让，在第4首里面的主题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包括经文从这边出来，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刚我们读的那段非常代表性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1到4节，以及12到14节。这段经文在描述主耶稣这个大卫的苗裔怎样掌管这个世界，掌权在这个世界。第一个，荣耀的上帝降世为人。我们从基督徒领受的这个圣经的话语，我们说圣父是创造天地万物，对不对？那耶稣是圣子嘛，圣子是降临到世界就在2000多年前。那其实如果圣经的如果从上帝的观点，从上帝的角度，从上帝的立场，其实圣父就是圣子，圣子就是圣父。换句话说，上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这个是从上帝的角度，因为这篇经文告诉我们说，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这个道是什么呢？道跟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哇，这个话好像有一点这个绕口令，对不对？道已经存在了，这个世界还没形成，然后这个道是跟上帝同在的，道就是上帝，那等于道就是上帝嘛，上帝就是道。好了，这个厘清了。他说，这个道是在太初，是在人类有意识、人类被创造、宇宙形成之前就这样在了。然后这个道还关键的角色就是创造了万有。第3节说，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你现在很清楚了，从约翰福音给我们的教导，在起初，上帝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他们是同样的，是一体的。道就是上帝，然后他为了赐福给人类，就创造了万有。所有我们现在肉眼所看见的一切，还包括你眼睛看不见的，可能是细菌，可能是某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全部都是神的创造之一。他说没有一样嘛，那就表示全部。好，那这个道除了形成整个世界我们现在看的一个生态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道就是生命之光。因为他说第4节，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
那表示说，光是象征着耶稣基督在人类的生命当中产生的改变。各位在2个礼拜前，牧师在代降节有分享到，罗马帝国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把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他们为了要纪念一个耶稣的降生，因为早期他们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嘛，受苦嘛，但是他还不知道耶稣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我们知道耶稣是卑微降生嘛，在马槽，然后在伯利恒，那没有人去当记录。但是奇妙的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生日在地化了，等于说本土化，所以他们就在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是冬至，各位还有没有在过冬至？有没有吃到汤圆啊？可以回家补吃一下。那冬至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科学，冬至就是太阳照北半球最短的一天，因为太阳很慢才升起，很快就下山了。那从明天开始，太阳又慢慢回归北回归线了。好，那就一天一天太阳越来越多。犹太人啊，这个罗马人，他们了解，当时他们是拜太阳神的。他们认为啊，这个太阳已经到尽头了，再来就是有光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冬至的时候来庆祝太阳的生日，就是太阳神。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说，这个只是物理的光，没有错，在整个地球需要光才能够光合作用，才能带来生命。我们台湾人呢，觉得啊，这个太阳太多了，觉得有一点觉得很不耐烦，因为夏天太热了。你知道吗？北欧的人啊，在高纬度的人啊，他们看到太阳好像看到宝贝一样啊，所以你们看到他们会脱光身体要晒太阳，你不要以为他们发疯了，他们发现哇，这个太阳太宝贵了。那台湾太阳多到还可以当太阳能啊。好，那这个生命的光转化成宇宙的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生日就放在太阳神生日这一天，以后就没有人庆祝太阳神生日了，就是圣诞节。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对应哦。我们都知道啊，妈妈怀胎生小孩10个月嘛，对不对？所以在冬至往前挪10个月，刚好是春分。春分就是大地回春，太阳开始照射大地，所以呢，万物开始生长。所以他们以这个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就是在春分的时候，然后经过10个月，那耶稣就降生。用这样的方式来本地化，用他们的那个连结来庆祝耶稣的怀胎以及生命的诞生。那这个诞生就从物理性的太阳光变成生命之光。所以呢，更重要，就这个范围越来越缩小了，进入到人类的里面。他说，这个光它是普照万物的，但是人类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一旦你接受并相信救主，你就得特权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这句话就更宝贵了，因为你相信的主，这样的光的能力，拯救的生命，就因为你相信并接受救主，所以你就成为他的儿女，你就有了这个身份。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个身份看起来这个不重要嘞。现在很多台湾人越来越有自信了，越来越有光荣感了，因为我们拿了台湾的护照，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接受我们说，你不用签证就可以进来。所以台湾的护照一本在黑市里面是好几万块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台湾因为大家的努力，成为让全世界的人接受，而且台湾人呢文化的素质越来越高，所以我拿着护照过去很棒。一位同学的牧师，他去参加德国的开会，他就写在他的脸书说：“哎呀，好棒啊！因为德国的这个机场有几个特别的关卡，他只给几个少数的国家可以，好像 VIP 通关。他说我们台湾是占一个，哇，心中感觉他觉得很荣耀。所以你是台湾国民的身份，你是荣耀的身份，你觉得出去外面
非常受欢迎。那你是上帝的儿女，那就更宝贝了，因为上帝是全世界通关了，因为你是上帝儿女，随时都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必须是某一个人的儿女，他才可以承受父母亲给他的所有的财产跟所有的他的权利。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有特权，因为你领受这样的祝福。好，那现在这个耶稣的降生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呢？更进一步是他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着恩典跟真理。这句话就更奇妙宝贝了，因为耶稣来到我们中间，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原先是一个软弱不足的，我们知道人类是有限的，但是因为道成肉身，就改变了这个奇妙的一个世界属灵的生态。这个生态呢，就在讲到什么？我们再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跟回顾。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了，在2000多年前，我们那个时候都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整个耶稣的故事了。他降生，然后在地上30年，跟他的母亲一起生活，跟他的弟弟妹妹一起生活。他领受了一切所有人情世故，人类的不足，人类的软弱，人类的欺骗，人类的罪恶，他都感受到了。在30岁的时候出来开始传道，然后他首先是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受洗。圣经怎么说？他说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这时候的耶稣，他就完完全全的改变。原来是在地上属道成肉身的身份，他现在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成为无罪的耶稣，有神权柄的耶稣。他开始医病，开始赶鬼，开始传福音，开始宣告天国的福音。然后他最后宣告说：“我要承担世人的罪，所以愿意为大家来牺牲。”他跟他的学生一起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一起领受圣餐。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是代表我的死，而且是要纪念我。”然后他就受死了，他钉十字架，然后3天之后复活。然后关键时刻来了，耶稣在世上3年的道成肉身的，他的所有的行为，他所做的福音讲述，等于是他把所有应该把上帝的福音都讲一遍之后，他说：“我要回到天上父的家。”然后他对学生说：“他说怎么样？说你们看到我怎么样升上天，也要看见我怎么来。”他应许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奉我的名传福音，然后行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看起来好像是耶稣一种宣告文，但是你看人类的世界就这样子在第3阶段做改变。有神学家用这样的描述，可能你会比较容易去掌握。他说亚当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类，他因为后来犯了罪，他就被属世所权柄掌握了，他有不足了，他没有办法再跟上帝有直接的沟通。那我们都是他的子孙，在这样的人类的环境之下，一直带着这样的不足，一直带着这样的软弱，带着这样的缺陷。但是耶稣无罪降生在我们这个人类当中，他是第2个亚当，是一个无罪的亚当，一个全新的人类。然后他33年把上帝的形象传递给人类之后，又升天了。但是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换句话说，这个第2个亚当，无罪的亚当回到天上，他没有完全跟我们隔绝了。他在圣灵降临的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的门徒身上。我们看到圣经使徒行传怎么说？他说：“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众门徒就好像有火的舌头，火的
焰火的舌头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讲别国的话语，他们就领受这样的祝福，他开始做见证，开始也能行神迹奇事，开始传福音。那一天说有好几千人信了耶稣。那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因为同样那个人，同样这些学生，他以前是这样的萎缩，他是耶稣被抓的时候都跑光了，然后现在又回来了。因为这个道成肉身，原先是降临在耶稣这个单独的个体身上，但第二次圣灵降临，这个道成肉身是降临在凡接受他主耶稣，就成为特权，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人身上。所以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解释，第二次的道成肉身是道成在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身上，所以你都有道成肉身的成分在你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人好像这个身上，我们这个瓶子有杂质，有一些不好的都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说，有时候圣灵在我身上好像没什么显示，有点像股票一样，高高落落，低低高高低，还像天气一样，有时候冷，有时候热，因为人不完全嘛。但请记住，神学的解释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小耶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嘛？但是我们不能像他那么完全，他的行使这样的权柄。但是当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你也做，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就是这个意义。那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但是你可能留着不用，或是有的不感觉，因为你没有感受圣灵在你身上，你没有道成肉身嘛。好，道成肉身不只是纪念耶稣一个故事，而是你要成为小耶稣。那耶稣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耶稣传扬上帝国的福音，我们就是传主耶稣的福音。耶稣去关心弱小、病痛那些社会的边缘人，我们就学习他关心别人。耶稣要我们相爱，我们就要学习相爱，这样你才是道成肉身嘛，不然你口头讲有什么用？所以我们从这边慢慢去发现到说，原来我都有这种身份，但有人这个身份不用，或是忘记这种身份，或是圣灵好像你的门没有打开，他进不来。我表面是道成肉身，但是没有了，因为你的门没有通你的心门没有在你的电源没有打开。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我们会邀请大家参加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其实就是你要用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出口，让还没认识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弟兄姐妹，因为你这个道成肉身的小耶稣看见神。所以很多上个礼拜很多弟兄姐妹来受洗，不是他们眼睛很厉害，他们头脑很厉害，他因为看见有一些小耶稣在他身上，然后他说我要成为道成肉身的一部分，我要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因为我们奉神的旨意用爱彼此相处嘛。那这个是耶稣的教导。那因为这一些属灵的道成肉身的弟兄姐妹，好，大家聚集在一起，感谢主。牧师要特别在这边提醒说，为什么要邀请你们来参加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整天我们这个礼拜27号、28号的灵命更新全人更新营，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去时时领受到圣灵同在，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力量。我们都有，但是你可能没有这个管道，你可能没有这个动机，你可能没有这个非常一个很熟悉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他在任何时刻都表现出他一种恩典，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因为他圣灵时时跟他同在。有的人可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很充满，那有时候就没有了。那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行为、你的思绪、你的情绪、你的脾气起起落落，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办法很稳定，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被圣灵充满，你没有办法完全道成肉身。感谢主，我们借这个爱的大家庭一起领受。前几天我看到一个
神学院老师，他写了一段短文，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这么说：什么是福音的信息？他这样说：圣诞节的福音不只是在教会的一场欢乐，道若没有成为肉身，不可能住在我们中间。什么意思呢？如果道不是降临在你我身上，我们只是听了，好像上帝在天国多荣耀，但是跟你没关啊。是道成为肉身在你身上了，我们才能领受这样的祝福。他说：人看不见神的恩典，也没有真理的彰显，就比不信基督的人更为可怜。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不知道有道成肉身啊，所以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可能他自己的修为啦，他自己的这个学校的教育啦，他按照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好了。但是基督徒领受到这种道成肉身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看不见真理彰显，那多可惜啊！反正你信耶稣都多余了，因为没有道成肉身，只是挂一个招牌说我是信耶稣的。那没有完全在你身上展现，那多可惜。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就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可怜。至少你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因为人家基督徒不用来教会啊，他不用来奉献啊，他不要传福音啊，他也过他的日子啊。那基督徒都领受了啊，没有这个最好的恩典，那多可惜。所以我们说，比那个不信耶稣的人更可怜。他还讲到说，人的冲突、关系的裂痕，在代降节、圣诞节中来和解、修复跟愈合。重新彼此的接纳，同桌主礼的团契，经验什么是充充满满恩典跟真理。各位弟兄姐妹，过圣诞节绝对不只是庆祝、领圣诞礼物或是圣诞 party 狂欢而已。请记得，圣诞节是再一次纪念你的身份，你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你是道成肉身的身份，你是带着耶稣的使命，然后带着神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再活出来。如果是你只有使命，只有压力，你会觉得重担很大嘛？但是你被圣灵充满，你本身就有这种能力，你就好像你做你自己，那你会觉得累吗？不会啊，因为你口说的话、你的思考、你的行为都完全被圣灵所充满，你会觉得过得很快乐，因为你的行事为人跟你领受的完全一致啦。人最可怜的就是，一方面有这样的真理在他身上，但是做出来的事情更不一样，你会觉得心里面好像刀割一样，或是好像一种撕裂嘛，因为不是你原来的你嘛。感谢主，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复习一下刚刚圣歌队所唱的第4首歌里面一段话，他的歌词，他这样说：圣诞请来，用爱充满我。属天恩慈，圣灵赐予我。圣诞，请你让我盼望得复生，带来好消息，救主降生，救主基督降生，让荣耀彰显，和平降临，让应许实现，让公义显明。换句话说，圣歌队所唱这首歌的核心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圣诞，什么是道成肉身。那我们一起来努力，就是迎接救主圣诞。为什么要迎接？请各位弟兄姐妹，你都知道，如果你是个贵宾要来你家，你会说躺在床上睡觉，衣服邋遢啊，不管他什么时候来再讲啊。在礼拜5晚上，我们的这个保罗牧区的演圣诞剧，对不对？不是说国王要来吗？哇，两个夫妇好努力去准备，因为国王要来，我要准备最好吃的东西。所以迎接主圣诞，是因为你是主动的。你是在意的，你是慎重的，而且用恭敬的态度在迎接，对不对？然后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圣诞请来用爱充满我。我们说道成肉身，就让你原来没有爱的能力变成有爱的能力，原来夫妻关系、原来家人的关系，或是很多亲人的关系破裂的，要用爱来修补它，不是靠你，是圣灵的力量。再来，他说将属天恩慈圣灵赐给我，让我盼望得复生。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所以你在世界上，你是用天国的使者的身份在做这件事情。我听到杨习如牧师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比喻啦，他说我们基督徒很像天国派来的间谍，有没有听过这个比喻？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但是别人不认识我啊。那我怎么样让人家因为我的大教导成为我们国家的国民？
变成我把这些在属世的世界的国民变成我的国民。你是用上帝的使者的身份在传扬这个福音，让人加入我的国家，加入我的属灵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所以愿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迎接救主降生这个好消息。这是我们今天圣诞节的祈愿，呼应我们今天所读的2段经文，让荣耀彰显，和平降临，让应许实现，让公义显明。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标语，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因为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有领受这个道成肉身的能力，所以你要在这个社会做光做盐，你是要去执行的，你是要去实践的，你是要去努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些民主的社会，一个公义的社会，是大家要付出要努力的。期待我们今天的圣诞节不只是一个热闹喜乐得到礼物这样就过去了，明年再来，而是时时刻刻你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你是道成肉身的。感谢主，